喂，你今日食咗雞扒未啊？我係廢佬啊！內地有個賣6蚊雞扒嘅阿叔，紅過周街嘅網紅，連政府都要請佢做旅遊大使，你話係咪黐線？仲要係紅到連央視都要報導嗰隻啦！做完你的，我做你的，做你的。这个雞排有點大，請你原諒我，有點大啊，大到無法想象了啊！你的等是不會白等的，它是值得的，曉得吧？我已經沒有任何理由再讓你等了。跟你說的是，我的控場能力是非常強的。去盡量的做自己熱愛的專業。既然你選擇了那個專業行業，那麼你就認認真真的做下去，要堅持不懈的努力下去。希望你給我也是為你服務的經費。你可以拒絕我，但是請你不要拒絕美味。任何時候都應該對自己好一點，再好一點。你可以值得擁有這世界上任何美好的東西，包括我的氣流情還在內。快樂要一起分享，美味同樣需要一起分享。講真咧，最初咧我都以為又係啲博流量嘅，但睇完佢嘅事蹟之後咧，真係要寫個服字。呢位雞扒哥李峻永咧真係神人嚟㗎，佢每日下晝2點幾未開檔就已經有人排隊等買雞扒，最誇張嗰個粉絲朝早9點就開始排隊，等足幾個鐘就為咗同雞扒哥講兩句説話。你話係咪癲嘅？你估佢買咩神仙雞扒就係普通炸雞扒？但佢嘅服務就真係絕咗。請把你嘅塑膠袋打開，如果你唔及時食，搞到塊雞扒唔脆，我會停止對你售賣。呢啲係咩金句嚟㗎？買雞扒送棟篤笑咩？仲有嗰句你可以拒絕我，但請唔好拒絕美味，真係聽到都笑死我。最抵死係佢啲規矩，4點半後唔接散客，學生平1蚊，過咗12點要貴1蚊，話係懲罰你唔堅定。喂，呢啲係賣雞扒定係玩心理測驗啊？但啲客就係受呢套，仲話佢6蚊雞扒賣出60蚊情緒價值，你話係咪抵佢紅呢？有網友仲話佢係買雞扒送心理輔導，買雞扒送雞湯，真係創意無限。不過最搞笑係，連景德鎮文旅局都揾佢做推廣大使，仲專登派2至4人嘅工作專班幫佢維持秩序。你幾時見過香港食環署會幫魚蛋佬開專班啊？我哋啲小販見到食環走都走唔切啦，人哋官方仲要主動話11黃金週會加派人手，呢種支持真係羨慕死隔離。但廢佬，我覺得呢單嘢最有意思係點解一個賣6蚊雞扒嘅阿叔會紅得過啲米芝蓮餐廳？其實而家啲人唔係淨係為食而食，係為個感覺而食。雞扒哥俾到人哋真誠、開心，仲有啲抵死幽默，呢啲先係最值錢嘅情緒價值。啲媒體講得啱㗎，而家飲食業千篇一律，網紅店開完一間執一間，反而係雞扒哥呢種堅持同真誠先最難得。佢唔係靠樣，唔係靠炒作，就係靠實實在在同客人交流。咁講到底，我覺得香港其實都有好多隱藏版嘅雞扒哥，可能係你樓下個蛋撻王啊，或者轉角個魚蛋佬啊，佢哋都有自己嘅故事同埋特色嘅。好啦，今集吹到呢度呢，你哋覺得雞扒哥爆紅嘅原因係點咩呢？你樓下有冇類似嘅平民明星留言話我知？最後記得 like 爆我個 channel， 訂閱我廢佬加通知鐘仔，支持下我呢個新頻道廢佬廢噏。下集同大家再吹過，拜拜。